你哋好啊！各位恭喜發財，祝大家馬年行好運，個個都身體健康，日日都笑口常開。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我嘅支持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其實我近排發覺自己拍片嘅題材好似少咗啲，不過我仍然好想同大家繼續分享響珠海斗門退休嘅生活點滴。所以呢，最近我開始咗用 Shorts 嘅方式去發佈影片，希望新嘅形式大家都會鍾意，亦都唔記得咗繼續支持我。如果想知道我最新嘅動向同埋分享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每一次有新 Shorts 出街嘅時候， YouTube 系統呢就會自動通知你噶啦。今日係大年初三，我就同鄰居佢哋一齊出咗去金灣路睇煙花。金灣路呢係珠海市政府指定嘅其中一個放煙花地點。大家如果過嚟珠海放煙花嘅話，記得要去上網查詢翻究竟邊啲地方呢係指定放煙花地點。唔好隨便去放啊，因為有機會係違法嘅。